足足23年，星爺終於宣布開拍《功夫女足》。如果呢個消息放喺20年前，肯定會轟動香港甚至全亞洲嘅華人影圈，引發全網高潮。但係偏偏去到今日，網絡上嘅民意調查同反應，香港人對呢部戲嘅睇法，竟然係出奇地冷淡，甚至有唔少人直言唔好再炒冷飯啦。一個曾經為香港人帶嚟無數笑聲，創造過無數票房神話嘅喜劇之王，今日要出新作，點解我哋反應唔同晒呢？係咪香港人變咗心，定係星爺嘅電影公式已經追唔上呢個時代？要明白今日香港人點解唔睇好，我哋一定要先返去2001年，當年嘅香港經歷完金融風暴，成個社會氣氛其實好沉重，而少林足球喺嗰個時候橫空出世，斬獲超過6000萬票房，呢個數字喺當年代表咗平均每10個香港人就有1個入戲院睇咗呢套戲。做人如果冇夢想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？呢句對白直到今日依然係好多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但係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，任何極致嘅輝煌背後往往都埋下咗衰退嘅伏線。少林足球之所以成功，係因為佢完美結合咗3件事。第一，香港人當時需要正能量；第二，星爺正值創作嘅巔峰期；第三，亦係最重要嘅一點，當時嘅電影市場依然係以香港本土文化為核心出發。但係呢個世界嘅 economic cycle 同文化轉變，往往就喺你最頂峰嘅時候靜雞雞咁開始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星爺之後嘅功夫都好成功啊，長江7號票房都好爆啊，點解話係衰退嘅開始呢？我哋去整理翻由2001年到2019年周星馳執導電影嘅數據，你會發現一個好得意嘅 pattern， 佢嘅全球票房，特別係中國內地嘅票房係呈爆炸式增長，但係佢喺香港本土嘅口碑同討論度卻係呈反比例下降。由西遊降魔篇開始，再到美人魚，雖然內地狂收幾十億，但好多香港人睇完之後，心裏面都有個感覺，點解啲笑料變咗普通話諧音嘅？點解啲特技咁浮誇？點解成套戲嘅味道變到咁陌生？呢個就係核心所在。香港人對星爺嘅心理轉變唔係一朝一夕，呢個係核心受眾同大眾市場嘅資源錯配。星爺為咗迎合一個14億人嘅大市場，佢必須放棄部分只有香港人先聽得明嘅廣東話式幽默，或者香港特有嘅市井情懷。食得鹹魚抵得渴，票房賺到盆滿缽滿，但代價就係佢慢慢失去咗香港本土嘅 DNA。聽到呢度，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留言、分享同埋按埋小鈴鐺，因為你每一次支持都係令我可以繼續嘅動力。好啦，翻嚟2026年嘅今日，大家對功夫女足咁抗拒嘅原因，根據現時嘅最新資料同市場趨勢，得出3個最殘酷嘅現實。第一，叫做情懷消費嘅邊際效應遞減，講白啲，即係情懷呢樣嘢，用一次就少一次。少林足球係神作，但如果你23年後再用同一個 formula 功夫加球類運動，觀眾內心嘅期待值會被拉到無限咁高。如果拍出嚟有一絲尷尬，就會變成網絡上講嘅好柒咯。觀眾已經精明咗，唔會再單純為咗周星馳3個字盲目入戲院買飛睇。第二係演員陣容同文化嘅斷層。功夫女足早前搞咗個大張旗鼓嘅全球海選，星爺想要後生有活力、面向國際或者大中華區嘅新面孔，但係對於香港觀眾嚟講，以前星爺電影之所以好睇，除咗星爺自己，仲有吳孟達、羅家英，甚至係八兩金，醬爆呢班神級綠葉。今日達叔已經唔喺度，舊時嘅班底已經散落四周，新一代嘅海選演員能唔能夠接得住周星馳嗰種極致無厘頭嘅節奏呢？近年新演員演繹無厘頭風格，成功率其實低過15%，好容易就會由好笑變成好老尷。而第三點，亦係一般人忽略咗嘅，就係全球觀眾對特技喜劇嘅審美疲勞。20年前，視覺特技結合功夫足球，大家覺得好創新、好震撼。但今時今日，漫威電影都拍到爛，
AI 特技滿天飛嘅時代，單靠特效加動作，觀眾有乜好嘢未見過？已經製造唔到驚喜。如果功夫女足依然執着於用電腦特技去包裝功夫，好大機會會變成兩頭唔到岸。其實香港人今日之所以咁唔睇好功夫女足，表面上係挑剔緊劇本、挑剔緊演員、挑剔緊佢係咪合拍片，但俾我話，其實係因為我哋永遠懷念以前嗰個周星馳，我哋害怕睇到英雄遲暮，我哋害怕睇到自己童年最美好嘅回憶俾現實嘅商業市場打碎。一句講晒，總之唔抱有希望就唔會有失望啦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傾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留言、分享，同埋按埋小鈴鐺啊！拜拜。